听讲伫平湖想要找到神秘的野生美味，都要算准时间。骹手若伤慢，就敢若有流喙烂的份啊！大家嘛最后课拢有通啊课。你敢知影讨海人出海有一种法宝，会当互掠起来的海味，食入去喙内有活跳跳的上青的滋味。哦，这深哦，来要倒啊！来了。哦，到底是加入什么物件，互米芳由心变成互人学落甲会得志的盘手礼？米芳定咧食吼，毋捌食到咸的咸的吼。对阮行入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，顺着壁顶包挂歌词的字旁内，行入时光的隧道内面，发现在地人感人的故事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